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欢迎你再度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我们这一集的单集，我是王俊杰。这个最近的天气都很秋天哦，真的有秋天完全到来的 feel， 好喜欢这种那个秋天直接到来的感觉。我个人啊，觉得挺爱。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夏天，然后夏天我真的是有一种那个度日如年的感觉，超难熬的。但是秋天啊、冬天、春天，我个人都还蛮喜欢的，特别是秋天哦，秋天觉得很有气氛。就对于一个我这样子靠那个叫做感官过日子的人，因为我看不到嘛，所以嗅觉啊、触觉啊、那个听觉啊，都是我很重要的一个跟外界互动、跟这个世界相处很重要的一个资讯来源。那么听觉就不用讲了吼，那触觉，我觉得那个气候啊，气候的感觉也是一种触觉的感受之一啊。比如说你觉得热、觉得冷，其实那个都是身体接触外面的空气啊、环境所感受回来的嘛。所以那个秋天这个季节的气温啊的感受，对我的身心来说是还蛮有。个人觉得很有 feel 的一件事，而且很适合创作的天气这样子。OK， 那但是这种天气就是很容易不小心就会感冒，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一下。那这一集呢，我要延续着上一个单集，我们来介绍那些年经典的前奏与间奏们，来让大家回顾一下。上一集呢，我们听到的是华语歌们，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让大家来听台语歌的一些经典的前奏，好听的前奏与间奏。那这有一些真的一样，就是公歌来都讨因为广告的太好的关系，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好，那不一定好听，但有一些呢，就是你只要它太洗脑了，你只要一听到呢，你就会马上知道那是什么歌，这样子就是洗脑到不行的这样。好，我们一一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哦。OK，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邀请你可以上我的粉丝专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你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来留下你宝贵的讯息。我每一集的节目呢，我都会留下一则贴文在上面，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感觉，你也可以私讯给我。另外呢，欢迎你在你的收听平台底下帮我按星星评分5颗星，或把我介绍给更多的人。那么这一集呢，我们一样要透过 KKBOX 来插播歌曲，所以如果你是在其他平台收听的话，那我会把歌单放在上面，邀请你自己在上网去搜寻，上网来听这样子。好啊，上一集我们介绍说以前很多常常玩一个游戏，就是猜歌游戏，只要那个前奏一下，大家就会知道，就马上猜出是什么歌曲。然后呢，更厉害的是，希望你能够唱出来。我在广播节目主持的时候啊，我们常常玩这个游戏，然后就立马就观众 call in 进来，然后就请听众就可以直接唱，蛮好玩的一个年代，然后也蛮好玩的做节目的方式。现在可惜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做的是直播的话，也许我们可以玩这个游戏。可是直播的话有个问题，它没有办法连线的时候，然后同步到声音很直接，会有点 delay。好，不要紧，反正呢，咱也没这个代志啊。好，赶快那个让你猜一下歌，有些歌的前奏，你一听，你立马就会知道是什么。比如说这个，你听一下，猜一下来看你会几首哒哒哒，会吗？哒哒哒。
猜到了没？猜到了没？假设你也是一个台语歌的听众，或你小时候你所成长的环境里面有很多台语歌的话，那么这一个前奏一下去，你已经知道是什么歌了吧？好，猜到了吗？好，伊的歌名叫做《小姐，请你予我爱》，见面几落摆，当作无熟悉，实在不应该。有没有？这是一个对唱的歌曲，罗时丰大哥跟王瑞霞两个人对唱的。我为什么说是你小时候呢？因为现在平均平均整体来说，听台语歌的人，或常常会偶尔听一下的人，真的比小时候的人少很多。比起20多年前来，我真的觉得少很多。少很多，为什么？这反正很多因素也一下也说不清楚了，不在这里讨论哈，所以才用小时候。小姐，请你予我爱，还有这个前奏啊，我用钢琴弹，搞不好你也可以猜得出来。虽然只要大家一听到它的前奏，它没有什么旋律，但你只要听到前奏，你都会哦。这个，还会有一个这样的声音，有没有听到？你也许已经知道了哦。猜你已经知道了，回家，渐渐要去行。好，已经猜到了，对不对？向前行，向前行，没错。好，那好多哦，还有那种超简单就很洗脑，这个就是广告的很足够，宣传的很够的。接下来这一首歌，向前行，是因为当你在太红了，所以它前奏又很好辨识，就咚咚咚咚咚咚。很多人只要一听到，就马上可以一起回家这样子。那这一首也是，它的前奏也很洗脑，但是啊，我觉得它也拜广告所赐哈，然后再加上宣传的很足够，这个前奏真的是没话可说，这个一听你也是会。猜到了吗？应该不用讨论了吧？直接猜到了，对不对？好，这个就是有缘的，对，就是那个流浪到淡水，李炳辉金门王吼，这个前奏真的是超洗脑的这样子。那有一首歌的前奏啊，跟间奏，对我来说是我听台语歌里面最早的台语歌，那个旋律之好听，歌也好听，前奏间奏也好听。我今天没办法播给你听，因为我在 KKBOX 上面找不到好听的。就是以这个好听、这个原版的前奏、间奏为主，好听的版本我有知道一个好听的版本，但是在 KKBOX 上面没有，所以我直接我自己弹的，我自己告诉你，这一首歌叫做《雨夜花》。然后我今天才发现，原来夏川里美也有唱一个版本也很好听，也超好听的。好，雨夜花就是有夜花，有夜花，秋风吹落地，无人看见为日远采，花谢落土不再回。这一首一定要让你复习一下，这首歌大家大概都很熟，那算是台湾的国民歌曲之一，四月望雨邓雨贤老师的创作。但是呢，你已经熟到可能已经不记得它到底好听到哪里去所以我刚简单唱一下，让你回忆一下。等一下跟你推荐一个版本，很好听。那它的前奏有多好听呢？你看哦。很好听，对不对？然后唱进来多好听啊！有夜花，有夜花，秋风吹落地。有吗？有没有觉得好听？对不对？它的间奏也很好听哦。花谢落土不再回。
有没有觉得很好听？这个有够好听的，所以乌雅辉这首歌就已经在好听，它的前奏、间奏都如此的经典好听，这样子吼。可是我找不到它的更早的版本吼。然后，但很多人可能也不会记得这个前奏跟间奏，或者你刚刚也猜到了呢。好，那另外有一首歌，这一首歌其实如果你常听台语歌的人，或你对台语老歌有一点涉猎的话，这一首歌的前奏一下，所有人都不用讲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歌。然后它的前奏跟间奏都很好听，前奏是一段美丽的旋律，间奏又是另一段超级美丽的旋律。这一首歌的歌名叫做《故江咪咪》，然后我要给你听的版本呢，就是那个洪一峰老师的最原始的版本。我们来听这一首《故江咪咪》。OK， 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洪一峰老师他的作品《古井秘密》，也是他自己演唱的，这是台语老歌的经典中的经典齁。那其实有很多台语歌，你还是一听齁，那个就是直接你就会马上有反应的很多比如说有一些其实很老的歌齁，它是这样，你听听看，这你也会。虽然也许有一些年轻朋友你会没有印象，不知道是什么，但这个前奏你有听过，对不对？听到了吗？猜起来了吗？这个就是温泉乡的吉他，大一条皮筋，好，这是温泉乡的吉他，然后其实是日本歌改编的，它的间奏啊也超好听的，是这样。啦啦，有没有好听？超级浓浓的日本味，这是温泉乡的吉他，这个也是超好听。然后呢，很多人也是一认就认出来了。那这个也是啊，猜出来了吗？猜会几首？这一首到这里会了吗？这一首叫做《香囊金桃》，请问你有猜到了吗？那这一首你一定会猜得到啊，这个。搞有人这里已经知道了。好，有猜到吗？好，对，这个歌就是《伤心酒店》，伤心酒店齁。那这其实啊，也是日本歌改编，然后它的前奏啊，跟那个日本的原曲也是差不多的齁，是一样的。那刚刚那个我弹的那个温泉乡的吉他，其实也是差不多啊，这个也是大家就会啊，马上已经知道，对。好，经典前奏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好，爱讲很稀配，你也猜到了对不对？好，这些歌其实都是超级经典。好，那接下来要介绍这一首歌曲啊，它的前奏一下也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马上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歌的，而且它的经典之处是。等一下你会听到一个海鸥的声音，还没听到前奏的旋律哦，只听到海鸥哦，就已经知道是什么歌了。这个在台语歌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今天台语我头前都有海应一下，啊不就海叫一下，然后海叫歌无讲讲，然后底下无赶快的时候在叫大家都会认得出来，那立马听到那个声音就会知道是什么歌。说不定听我节目有一些朋友啊，你
年纪稍微跟我靠近一点，就是可能6年级生啊，你已经马上，你有在听台语歌的人，你有听一些你已经马上心里有闪过1-2首你心中的海鸥的歌曲了，对。那这一首呢，等一下你一播给你听，你就会知道。那要播之前，我要讲一下就是台语歌有一个特色，就是和声们，台语的和声真的很精彩。首先呢，台语的和声会习惯在以前习惯在唱完2段歌之后，来一个第3段的主歌，由和声唱一遍给你听。好，这有一种，我觉得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等一下讲那另外一种事情呢，就是和声会跟歌者对话。好，比如说我随便比喻啦既然你我相会，何必讲出客气话？就是对，跟你对个话，然后朋友来干一杯，他会哈哈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歌，比如说讲啥咪讲啥咪呼呼我亲像天顶的仙女，然后他会原来你是空嘴保鸡，他会跟你一起空嘴保鸡，好，跟你有一些互动，然后甚至于是来那个互动，我觉得是有意思的，是什么样的？就是让这首歌好像假设你就想象是你在唱，然后你有听者在听你诉说着你的心事。然后呢，那个心事还要偶尔给回应，不是只有就很像或者就就很像那个里面那哈还比较像是帮你叹一口气，哎，真是的，那个比较或者对，比较类似这种，就是这种语助词。那有一种是真的比如说比如的和声我问你，就这样子我问你啦然后我问你，和声就我跟着就什么这样子，然后一起，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台语歌，我常常在听以前的台语歌的时候，我都超级认真的听和声，因为我觉得那个和声超有戏的，既有戏又不抢戏。这个就是那个台语歌有一个特色。那有时候甚至于你会记得前奏，是因为和声们。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我要播的这首歌答案要揭晓了，它会让你记住。第一件事是因为它有一只海角，第二件事是它的旋律真的很好记，然后还有它的和声们。这一首歌就叫做《秀北的海花将会》。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台语歌的这个经典的和声这件事情啊，那我就要举一个我自己心里觉得蛮有 feel 的例子，就是那个各位知不知道有一个歌手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叫陈一郎然后陈一郎有一首歌是这样子那我刚不是讲说和声会帮忙加强语气，然后帮忙说话，那个感觉还甚至于有点像在抚慰那个当事人的感觉。比如说八月15迄一天，然后船要离开琉球港，然后和声会琉球港，然后海面春风，心爱一人，就是会帮忙你加强语气这个是我觉得那种我觉得台语歌的和声们呢，超级有人情味，然后我还记得有一个例子是这样他是他这么唱，他是愈进心海底尖，然后他就
海底针，海底针，最下一句才比较酷。无讲怎样离开我，像这款一女性，像这款女性，然后一个女生哼一下这样子，对，就是超有戏，就是我刚刚上面讲的超有戏。那刚刚我们播的这一首《秀北的嗨花》，我们听到的是江蕙演唱会的版本哦。那你看他光是嗨叫一下去，掌声如雷，然后那个前奏一下去，也一开始爱你爱你一下去，所有人就已经欢呼了。光一听到这就疯狂，你就知道那个前奏有多洗脑。我小时候住在鹿港吼，然后我印象很深，就是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啊，然后我好像讲过这个故事吼，就是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丢点吼，就是人家那个晒谷场上面玩啊，然后在不同的晒谷场上面玩啊，那附近都有工厂，走来走去东西爱你爱你，这里也在播那首歌，那里也在播那首歌，就想到奇怪，我到底有没有走错路的那种感觉吼，所以那个前奏之洗脑，还有加上公歌叫做逃。上礼拜我曾经跟他讲过，上一集啊，我讲过，其实以前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一首歌要红哦，比现在来说容易得多，因为歌出来了啊，你很有机会在大街小巷里面听到，你可以在自助餐店里面听到，你可以在面店里面听到，你甚至于可以在公车上面听到。好，你经过槟榔摊啊、杂货店，你都听得到。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播音乐、播广播等等，很自然吼。那你基本上店家现在是不能播广播，包含 Seven 嘛吼。因为版权的关系，所以那时候歌曲很容易流传。但现在的版权法的关系后，那个歌曲如果是店家播放的话，都要买公播。然后对于很多店家来说，他会觉得是一件不划算的事。那再来还有一件事就是公播系统啊，公播的业者又不止一家哦。如果那有人他手上的东西多一点，比如 Muse 多一点，但如果是台语歌的话，它分散在很多地方，那就是买起来又非常的麻烦，它造成了一些门槛，创造了一些不方便，所以反而流传就更不容易。那再来一件事就是那个 KTV， 台北以外的地方很流行一个东西叫连歌场，就是让那种KTV 点唱机，然后可能来这边，然后花100块，然后阿伯点一杯茶或一盘瓜子或者花生哦，然后就可以在那边消磨一个下午。那你唱一首歌可能10块还20块，在很久以前，这个也没有很久，也就几年而已哈。那这个在台湾是非常非常盛行，然后也提供很多退休人士，然后或者是提供那个很多劳工阶层啊，或者是一些务农的朋友啊，就他下午下工以后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或者是假日晚上啊，甚至于他们喝一点点酒这样子。但现在呢，他的版权费啊收得很贵，他一个月要收至少5000块、4000块、5000块。那我一个阿伯来，然后一个人我收他100块，然后大家唱个歌，然后一个月要给你那么多的版权费，我卖者的话啊，甚至于还有更贵的吼，有那种是用坪数算的，算你这边坪数多少来给钱的吼。好，这个都是某些来说是有一点不合理的地方。好，没关系，怎么讲到这里来？好，那刚刚讲到了那个，我说。那个以和声为主的，刚唱的这一首歌叫做《家尊人的孙坚强》哈，那个神一郎这首歌，你可以听听看，前面也是与海有关的，它是那个前面就会有船进来。但是我刚刚讲到嗨叫，你会想到好几只，有没有？为什么？另外一个是单薄郎，它是这样。然后和声来了，无猜我真假水当当，然后海叫笑我空单，然后海叫就这个，对，这也是很多人心中记忆深刻的前奏，
但我今天没有要播这首歌啦，我就顺便提到一下。接下来我要播的这一首歌，它的和声也是一样，像我刚刚讲的，会呼应着那个演唱者，好像陪伴着他，诉说着他的心声这样子哈。那这首歌在40年前啊，以那时候来说，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非常的新，它的光是前奏就很新了哈。以现在来听还是很有风情，它是这样。有猜到吗？然后和声，很有风情，对不对？很有 feel 吼。他当时一出来的时候，让整个台语歌的风格有一些转动，那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目。那我想让你听一下40年前的这一首歌，其实这个前奏也非常洗脑，也非常洗脑。如果有听台语歌的你，一定还蛮怀念的，蛮有感觉的。那没有听过的，你也听一下这个歌，以现在来看还是非常有味道的歌。然后你听听它的和声吼，那前奏好听，间奏普通啊。我讲一下台语歌，很长一段时间延续到现在，这个事情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他习惯后前奏、间奏都差不多，也就是说前奏长一点，然后间奏呢引用前奏的一小段来作为引言，所以间奏没有额外发展，让它经过。台语歌很流行这件事情，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这么做，到现在这个事情好像改变并不大，这样，所以它间奏跟前奏做两段差异性很大的旋律并不多。将会有好几首歌反而有这些是比较精彩的前奏与间奏，比如说听得出来了哈，这些都有好声，然后还有无烟灰也是这样。这无烟灰的前奏跟间奏差不多，几乎差不多。嘿，好，扯远了，扯远了。我要让你听的是洪荣宏出道的这一首很经典的歌，叫做《一支小雨伞》。然后这个编曲好听，然后和声给的 feel 也真好听，给的对话真好听，然后前奏也好听，然后到现在来听还是很有时代感，很有风情的一首歌，一支小雨伞。跟大家提到说，台语歌的前奏跟间奏啊，常常会是间奏就把前奏拿来切一半这样使用哦。然后台语歌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早一点的台语歌，在它的第二段唱完以后，会 repeat 一次副歌，主歌由和声来演唱。这好像是台语歌一个数十年来一直不变的一个惯性。那到了后来呢，也许中间是用乐器，那现在因为就是长度的关系，就直接就是主歌副歌完以后是间奏完以后呢，直接就跳副歌，好，就是让副歌再唱一次这样子。我自己猜的，因为以前早年的台语歌有3段歌词，那么3段歌词旋律是一样的，那刚从3段变成1段歌词的时候啊的过渡。那很长一段时间，于是让大家习惯有一样听到3段演唱的 feel 的感觉，所以在那个第3段的主歌就一样，就干脆让和声来一遍，这是我自己的猜测。这样好，那我现在要推荐的这一首，其实你很熟，但是我想说让大家来复习一下因为这真的是少数台语歌里面前奏跟间奏完全不一样，但是都很厉害的一首歌。那这一首歌的前奏并不长，但是呢，它前奏跟歌根本好像没有关系你听一下，其实你很熟啦，听到这个就知道了。
这就是对对对嘛，千中上千港位，就唱出来这样子。然后前面唱了咏叹调，这样吟唱的感觉唱很长，然后很多人都会被搞死，就是拍子到底怎么算？然后这首歌最大的特色就是拍子很多很复杂，然后间奏的拍子很多很复杂，但是很妙的是，它虽然很多很复杂，但听起来却很好记，朗朗上口。就是连歌，其实你在唱歌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其实它的歌不是很稳定的说只有4拍就是4拍，中间一下3拍一下几拍的，很复杂这样子。这首对对对超级复杂的，然后它的间奏啊，其实乐手演起来也是很不好演，但是就是听起来就是很顺，很好记这样子。那这一首对对对，我想也让你来回忆一下，然后因为我们就一直记得它但没有人提醒你，可能一下也没有去注意到这么多。现在这么一提醒呢，你可以听听看对对对这首歌，然后我们来听听黄妃最早的那种气势很旺的那种唱歌的声音，超 sexy 的这比较靠近我们的年代。对，刚刚我介绍的都有一点久远了那这一首比较靠近一点，给大家听一下。我们来听对对对。好，我们刚才听完了对对对，你有发现这个前奏间奏真的都超级厉害那有一首孙淑妹有一首歌叫做《秘密情人》，我这一集就没有播给你听，但你可以听一下。我觉得他的前奏呢也是台语歌的，在20多年前，刚是20多年前，对，现在是2023年对，那20多年前的时候，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那个前奏啊，刚刚因为我们如果以刚那个对对对听起来有点那种布袋戏的气氛嘛那一支小雨伞是40年前稍有都会感的一首歌，稍但这一首《秘密情人》啊，它如果以我们现在来听的话，它还是超有都会感的，而且就有一点那种西洋歌的 feel 有点进来但我今天没有介绍给你听，你自己可以听听看那个前奏出来的感觉，就是有秘密情人的 feel 然后有小三 feel， 我自己觉得那个上风一吹下去的小三 feel 啊。好，那么连续两集为大家介绍经典的那些年经典的前奏间奏，那不晓得你觉得有多少歌是你熟悉的，那有多少歌是你一听就想起来的蛮好玩的啦，我觉得有趣的。这些歌可能那个5、6年级生7年级初段同学可能也有一些感觉这样，那有一些歌你没听过也没关系你就知道一下，回忆一下，听不是回忆一下，没听过没什么好回忆，你就知道一下，感觉一下原来那个 feel 是长这样子OK， 那我像什么雄心酒店嘛这一类是翻译歌，我就没有播给你听的这样。好，那节目的最后啊，我刚刚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提到那个陈一郎先生他的家尊人的瞬间曲，那个歌已经40多年了那我自己觉得那个歌是很有气口的一首歌，然后写着那种讨海人就是出航啊的一些心情故事啊，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很接地气，然后很直接直白，但是有感觉的一首歌。那节目的最后我要来偷渡一下，我想播一个我自己唱的版本给你听，我自己唱的这一首《家尊人的瞬间曲》的这首版本给你听。那这是我自己闲来没事录下来的一个版本因为我个人对于这首歌很爱。好，那你听听看我的这个版本 OK， 那么就在这个版本当中我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谢谢你的收听。那喜欢我的节目的话，邀请你可以帮我按评分5颗星，或把我的节目分享给更多人。那你也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期待你在我的粉丝页上面留下你的讯息，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感受。OK， 那我们这集单集到这边结束咯，祝大家一切都美好，然后秋天注意身体家尊人的瞬间曲。
8月15迄一天，准要离开琉球港，只有船烟白茫茫，全无朋友啊来相送。满腹忧闷心沉重，看无爱人啊伊一人，坚心忍着纯情梦，带着寂寞啊来出航。生活海面行船花，海水破来冷过寒，为着生活来打拼，心爱的应该了解我。风雨拢袂停，心事啊一定又一定，奋斗打拼的男性，将来才有好前程。船若入港两三工，又搁赶紧要出航。阮的爱人啊，无来送，叫阮怎样来出航？行船的人免怨叹，心情着爱放轻松。等船中入琉球港，约束心爱的伊